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。呢個係一個專注、真實同理性分析嘅新聞頻道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，請你訂閱、點讚，支持我哋繼續報道。電子零件倉燒到黑煙沖天，八鄉再傳爆炸聲。各位觀眾大家好。3月15日，新界北突然變成黑煙放題區。短短幾個鐘頭之內，兩個倉庫先後起火，一邊係電子零件回收場，一邊係建築材料倉庫，黑煙一處處衝上天，遠處都見到。唔少街坊都話呢日天空個色好似有人開咗黑煙濾鏡咁。先講第一單，事發地點喺新田嘉龍路小磡村，一個面積大約2萬尺嘅電子零件回收倉。消防處喺下午3點41分接報，指現場火光紅紅，大量黑煙直衝半空。倉庫主要存放回收電子產品同零件，大家都知電子嘢一燒起嚟，煙多味重，遠遠望落去成條黑色煙柱，好似開咗煙通工廠模式。消防員到場之後，動用3條喉同3隊煙霧隊進入倉庫灌救。現場火勢一度都幾猛烈，但好在倉庫唔近民居，所以暫時唔需要疏散居民。場內人員亦都自行撤離，冇人受傷。消防人員足足撲救大約3個鐘，先至成功將火勢完全控制同救熄。至於起火原因，目前仍然要等調查。不過黑煙未散，新界另一邊又出事。差唔多2個鐘頭之後，八鄉蓮花地又有貨倉起火。警方喺下午5點幾接到多宗報案，指錦上路附近一個存放建築材料嘅倉庫突然冒出濃煙。網上片段見到現場黑煙滾滾，好似火山爆發咁，仲不時傳出爆炸聲。有街坊形容聽到一聲聲嘭嘭，以為邊度有人放煙花，原來係倉庫入面嘅物料爆。消防接報後迅速到場，出動2條喉同2隊煙霧隊進行灌救。經過一輪撲救，火勢喺晚上7點12分左右大致撲熄。短短幾個鐘，2個貨倉接連起火，仲同樣係倉庫類型，令唔少網民都開始議論紛紛。有網民話新界北嗰日係咪開咗倉庫燒烤節，亦有人笑言電子零件加建材差啲就齊晒DIY套餐。當然笑還笑，倉庫安全其實一直都係大家關注嘅問題，尤其係回收場同建材倉，物料種類多，有時仲可能有易燃物，一旦管理唔好，火警風險自然增加。消防處亦提醒，如果市民受到隨風飄散嘅煙霧同異味影響，可以關閉門窗，同時保持鎮定。簡單講一句，見到黑煙飄過嚟，唔好以為免費煙燻 barbecue， 記得關窗先。好彩2宗火警暫時都冇人受傷，但2個倉庫接連出事，亦再一次提醒大家，防火安全呢樣嘢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。倉庫管理、物料存放、消防設備，樣樣都要做好。至於2宗火警真正原因係意外、設備問題，定係其他因素，仲要等有關部門進一步調查。講到尾，新界北嗰日天空一度變成黑煙版日落，希望之後見返嘅只係正常藍天白雲，而唔係濃煙滾滾。記得點讚、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同撳埋鐘仔，你嘅支持對我哋呢個新聞頻道非常重要。多謝收聽。